早晨，係我依家喺大圍站。今日原本係踩單車由大圍站去到大美督來回，但係尋日落雨，我自己踩單車技術唔好，所以改為跑步，由大圍去到大美督。我今日將會挑戰一個全馬嘅距離，作為我嘅 LSD。我每10公里就會同大家報告一次狀況。我哋依家出發衝！第一個10公里，依家身處嘅位置係吐露港。咁啊喺8公里嘅時候就已經過咗科學園嗰個位置啦。目前狀態唔錯，有啲眼瞓。帶咗4支能量膠，每10公里就啜一支。嗱，依家我支出嚟啜先。好，加油！仲有3個10公里，你搞得掂嘅。喂，又第2個10K 啊！依家咧就已經過咗大埔工業園啦。咁距離大美督咧，應該就仲有1至2公里左右啫。依家嘅狀態開始有啲喘氣啊，咁但係都 OK 嘅。我相信咧，翻去大圍咧都唔係問題嘅。加油，繼續努力。將一切氣壓擊破。嚟到龍記單車呢邊啊，就已經係21.1公里啊，咁就喺呢度折返噶咯。會清，加油！只想似堅忍地動，認證到我越要給跳過，無法抵擋。第3個10K，依家嘅情況唔係好妥，個腹部咧開始出現輕微抽搐嘅情況啊，腳腕踩落去咧係會開始覺得有啲痛感嘅。大髀冇問題，冇抽筋，但係好似裝咗啲鉛入邊咁沉重。真正嘅馬拉松依家先開始，最後12.2公里，加油，頂埋去！依家係37公里嘅位置，翻到嚟沙田城門河，距離終點仲有5公里，體能已經出到極限，跟住落嚟全部都係用意志力撐過去，最後一支能量膠，加油！最後5公里，你得嘅。40公里，最後2公里，跑啊你個垃圾，跑啊，冇放棄啊！仲記唔記得嗰啲睇唔起你嘅人？你要話俾佢哋聽，你做得到。最後1公里，12公里，最後200米，最後100米，衝啊！你夠啊，仲有10米，到啦！42.21，我成功咗。好嘅，第一隻全馬，我由大圍站一直跑到大美督，最後大美督返嚟，有大食大，大圍
大河、大埔、大尾刀42.21公里，我成功咗，我嘅第一隻全馬。